方群的蔡姑娘讲，要见见别交，时时别离之情。蔡姑娘倒蛮好，只因方群到紫薇堂的条路，该个辰光蔡姑娘只知两朵牡丹花望准楼浪向来。祝你的三家，乃3年来啊，苦断妻子不少，相思毛病才想出来，想不到今朝姑要把我寻着，今朝我功劳大得不得了。可啊，真叫云台北中大将临沂过上个工人，该抢到楼浪向么来看，上帝顶起红八两，三姑娘台台里，可是问个快点上去吧。所以蔡姑娘逐房落发追上，小路短草曲折，得，望准楼浪来。那么楼浪向谁家那哈呢？谁家坐了那等椅子里向了上心事？那么上下个心事呢？无非为之方群。哎，这些谁家心情奇怪着，这下自家心里想想，不许别人家提的。那刚才彩屏到底是了谁家？看上去姑爷谁也来这样。就说谁晓得这样一句？谁叫砰，面孔一白，说了彩屏。从今以后，不许提及姑爷。弄得来彩屏一点点落上实在不要。等他自家闲话，妻子开门，谁叫他还觉着这？哎嘿，我人那还是样的呢？彩屏小个事体也提起别提，因为晓得我心里想昏闷，当我谈谈实实，嘎嘎咽气。我人那还是样，哈气才不得知的呢。不过这一想嘛，彩屏啊，我也就没办法呀。至少嘛，因为别提大个娘，三姑娘又告诉讲，喏，前几日天我到夜郎楼浪向谈谈实实，前且讲得方清2个字，真吓娘上楼，被娘听见之后大发雷霆。怪在侬王本海的嘞，要侬卷宗令擦脱，侬就可松树碎脱，也擦脱卷宗令碎脱了美人。后来没得办法，我住了那地浪向空哀求。娘说，看了我面浪向事体随之过去，但是最后娘讲的，下周啥年提起这个穷举，我谁要不客气？娘个脾气呀，拿出来就是个，所以我心里想了那怕，关键到大家在飞地，但是关键你到飞地，我自家那还会得不想呢？你这个眼睛人呀，自家终身儿了开帮，两家人家相依，在了那里一股子心老想，我那还不想，我想的呀。所以谁叫现在坐了那等椅子里向，闷闷不乐，哀思想。来归。
人接近了老夏和三户哦。谁知知他盯上来人带子上书着，要怕子往本再打上书人分了啦。听说带子副唱着，再打副唱人啊不可见。那个人谁个样多特是一个样子啊，一去不回。哎呀，这个他自家喉咙开痒气气，也发毛病做啊。老谁都知道还是这个。想，一场毛病并从实在。引去的王本一封高兴，记知我一点心里。他是我今在毛病发，非是高兴，谁是真心来的给的？他妈用着，自家身体还是自家当心的，所以谁叫立起身来是。谁在上场跟随，谁若窗推开，忙在外地一口门，哟，好我春色满月无遗憾，风沙梦云映川山。太阳光照了洗衣子那下，洗衣子在印的仓鼠那下动了动，哎呦，哎呀还不像啊！哎，介绍谁了那个辰光，这口气一样的是忙进自家面孔那下带上来，定神一口，哟，两生儿女是必担。介绍定神一口是2杯大药，那么这2杯大药呢还会得来的呢？谁是刚刚放进对镜子台子唱出一个说：是了到老娃大老，相为女妓女与雷让小姐，是我方子文来了。那么倒是得令我怕子2杯大药，趁着东风上来把戏。现在谁让那谁家面孔谁的对着2个秋子们，一年就谁家，你别叫那个小妇人来着，等到心大的，不飞回下去。那么为得烧好上火呢？为得大树个根呢？搿来与民那个谁家一落归根？那么谁家那行？介绍谁家科技大也给起心。做啥？因为别的邻居有辰光讲讲，是了大火松开，我再遇错过。现在大火开至2周子，别的阴性修复，给小小的明白。哎，飞起乡里走，所以立起身来，忙进着自家房间里向，等椅子上坐定。哎呀，说的一发毛病做完，这看见对面一个方群，搿面一个方群，对面也是一个方群。眼睛弄眼睛闭一闭，定一定神，是吧？让我看看书，加加义气吧。所以3岁，猜着一本书，拿到手里真想看。你还分看，蔡姑娘得，已经上楼来着。啪，帘子一响，看见3家坐了靠板里向，顺道之头想上了看样么子，让我移过去看。所以轻手轻脚移过来。一到3家背一口嘛，哈，啥体？就是看见3家手里向拿本立本呀。哎呀，看黄历是要有事体拿呀。那3家没啥事体，为啥要看立本？哈哈，有心思了还？搿搭的确，那非要看清搿本立本啊。现在农村里向为了大炮大用呢。哎呀，啥辰光饲养，啥辰光落角，啥辰光摘起来在农业生产浪向为了起作用。不过有志人呢，当你反白的时节，离得小奴某个梯头，就说还要到日本上去改日脚个，改啥个日脚？改4日天子头热人，倘是改错，改至后日，说得焦头烂额。那么再说说他口才个句子了，中国人民的传统欢喜个。譬如说现在村子里向，大家路浪向看见什么，老兄恭喜啊！老兄老先生啊，上面不岁啊！对人家听了蛮无心的。再这个，现在国家嘛还是这个，
现在我们国家富强，人民富裕，国泰民安，五国丰登，风调雨顺，陆续兴旺，还是侪要讨口彩。包括别人家烧房子、进屋，你还要讨口彩。送么子送啥？送2盆牡丹糕，让别人家高高兴兴，兴隆高发。倘是你到不送牡丹糕，送2只小猫，不往里是房子，小妈妈，你光吃多少？这个来3个，不来3个，真就要讨口彩个。哎呀，蔡姑娘有可没呀？你有心事了还？所以要看了本，要知幸福是大听口中意，让我听听别家口。这不蔡姑娘，听别家要各自背不听，叫听别家发，里个听别家2样。小只要背，一只手灯枪上向一搭，一只手腰里向一戳，正到这个头，不晓得那个头，到小只要头进距离实在近不够，放在那花园里向奔上来奔得气得嘿嘿，别说几花容。2道北风像小风箱这样2道，望准小只7-8分那个头颈里，啊，一起风筝，搿三家做女的，风没应该起随身的了，那还起了那头颈里个家，得换回过来袋里一口嘛。三句话头，刚子那一声，一脚头马正下头一走，啊，你上来子你不接应我，等我来接应你呀。所以对白白做么不睬哩。哦哟，三家对不走，不睬我，我的对也发不过，我是西高啊，对过来，到三家么子啊，三家，小比彩屏接三家开头不？彩屏起来。都是三家，三家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我让他看小书啊。这三家做女的，我回分口你已经上来着，给他让我看一看，对准自家心里想一看嘛。哈，面孔一红，一哈得个来，去弄不离本呐。可是也把个三句话的小屋子玩，你不能不说个。啊，彩屏，我在开往里。蔡姑娘有个脾气，欢喜当山烧过门的，地门上烧过几十个朋友。开完了做什么？做啥么？刚刚一起，我去海我刚刚吧。我在看去年的今天并送13。去年今朝并重13，看看今年今朝上并着，做你对今年今朝你不会上并着，为什么那个好了小姑娘不过性子来着？那么你家看，小姐呀，昨天就说是真呀。哎，让我看一看呢，说是看里本啊，有个高级的，他是你不说是你还看得懂的。你家下头个是啥？不是喊你家，是东北是喊你家。现在飞到4个10岁浪向一看嘛，凡事不接。发到灵光，明日真呀。明朝我半浪向一看嘛，只是得你。2头两呢，2日天3不好。今朝果要来1天不知呢，还会定要紧。小姐呀，今朝的日子怎样啊？哎。让我看，今朝个人家不晓得那行话，现在对着4个10字浪向一看嘛，嚯哟，这个字都是多得来才看满了孩子呀！啊，彩屏，今日乃是好良辰。哦，今朝乃是好良辰啊！现在这个好良辰就是吉日良辰，就是从前辰光女子叫小心小不丈夫，不叫名字还称良辰的。跟我的张医生在那码头浪向还要通通信个咯，你开头嘛叫我喜儿，到后来稍微开放式的什么叫我阿喜，哦哟那忙得不得了的了，到后来说个3个金台儿子呀，称呼才没个子，是这样的啊，搿是人开心啊，小姐呀，想古镇好良人外边来了一个好良人，先要为趁这个好良人，相亲催进去为见这个好良人。那个句阿手闲话讲，我是个良人是你家呀。那喊外地来个喊你家，叫我去盘团喊你家，喊你家么那还可以盘团呢？哎，彩屏，你在讲些什么呀？啊，小姐呀，小弟来恭喜小姐后喜千金呀！喜从何来？小姐听兵啊，那不得来人人开心，屡屡不相在。我是陈良生，恭喜家王，你是快快有种为他说
说当然，见见他，开开他，问问他，问问他，问问他，说说他，求求他，你是刻刻时常想念他，常常怀中的牵挂他，谁知荒唐又两他，倘若相逢得罪他，无人居谁谁是他，只怕从此为难性命。他设计可懂啊？谁叫阿东？谁叫做女的？来分上来的辰光，我带麦子妹清爽呀。至少现在不来塌了塌，谁叫不来塌好糊涂在？小鸡听不懂他，什么有种他不他，一点理神都是他，不明不信谁是他？为是你的他来我的他，骂一声只会的去女子，你进来要得罪渣渣，一笔不费没谁渣，因后堂的我遇多家，说这事子你不得当，中娘的谁是你绣花，我是都都来戏弄，说不讲明我也打脸。说么子？蔡姑娘做你的今朝我功劳大啊，大得不得了了还，拿上帝的不拿出来，要拿我打，可是没让俺便当。就说蔡姑娘该个辰光嘛，带花，唰，台浪向一倒，两只枪眼睛，天三角面两面，杀名堂，手手发武器之外。蔡姑娘二起家。他是中式的牡丹花小片，凤木开间娃，落得金针来杀一杀他。小鸡呀，小小的是特地装的来把戏，你非这样喜出呀欧呀。海毛公来山不家，你是富是富非来没有啥？想你是上不不明好意思，不公不法的主人家，非把恩情当作差。可是啊，哦哟，对镜子的妈妈们，刚海我个活泼夫妻拖来了海，那老些自家功劳多得来，谁发现你下后马功劳？哼，你这个屋头少后马功劳了海，你叮叮当个功劳们，花酒里下打啥两只磨米包子？啊，翠萍，这件什么喜事啦？啊，小姐呀，像这个戏嘛，叫天大之喜，地大之喜，福中之喜，官阳之喜，那是极大极大的喜事呀！哦哟，弄子这样新的喜事，这件什么喜事？快快讲呀！这个戏嘛，得还有一比呀！比做好嘞！哎呀，嗨，小姐啊，三哥一个人做生意人啊，一年到头辣码头浪向，你要对惠州来替一家人家投钱在吃豆油要饭，那这叫开心啊！一三哥做过朋友，独自10年时，10年畅销，客人过来得发做子过在。一三哥头脱些只叶子，哎，受着了孩子。一三哥呢，贴日得知春天开花子，哎呀，真正很不像。小气氛，心口气氛喜。费力营上一担家，气氛实际，气氛喜，都
西风筝的一曲，那七分口臭七分喜，想那穷酸在里子的欧杀。七分虽是七分喜，失去其真是容易杀。七分难得七分喜，天日风尘的一番花。花花世界真苦大，不是很后费力杀。句句反骨到人边，使出自己便是家，不想反问是不想杀。又好比海底捞针谁水得，又好比水中昨月是称心那想想的是闺中服侍的有中去，采着牡丹两朵花，在那花下拂衣来女婿家。可晓得啥么子啊？李了老师，让花园里向采满对花的辰光，碰着个仙人。哼，对镜子里妈妈，我娘啊，守得75年份，从来分碰着过仙人，还是为得把那个闲话头碰着个。啊，翠萍，你女婿谁家比怎样呢？这个谁家嘛，他是想彩萍，还是要生生耶，啥么子啊？你笑眯眯打来唱一个说啊，谁不能让你混？嘿嘿。他说到蓬莱西到家云呀，阴阳守正不人差，一路云头打我家，十我踩着牡丹花。想他是一种欲见闺中婿，一时殷勤是否一家？时而想见内想实，面目英勇胜不得他，转说一个不像他。去再来中分一问他，看起语言听一听他，识破方知真是他，一定否你就是他，多想请踩进去会见他。你问问他，见见他，看看他，访访他，补补他，问问他，识识他，求求他，为人英俊不像他，谁知荒唐又亮他，倘若相逢得罪他，脚步腾云谁是他，只怕反骨句句都难认他。他们或是真，都或是假，你是不到有定，不见他，不问根源，不懂他，这几口懂啊？哎，啥个路的叫？玩一个他是一个他，那么啥人是这个他？身体分他出来。谁叫对镜子里妈妈这个三句话就把我冲得来不是样海话子，他是再这样下去啊，要把到我对方嘴里浪向来子。那么今朝这个东江面眼拿出来，
哈哈里吧。走啊！哈，搿地经不硬得啦。再大里说，我走乃是一步，所以吃得饱，吃得黑子一片饭子呀。介绍的地经国这个人啊，谁叫面孔浪向绿不绿着，面孔扎得来羞羞红。你这个屈丫头，几经后人，竟给乡亲奴下罪下来，说不讲明，我够真也大了。哎呦，小姐真个让好着，要当着。做你的小本来小姐当是大不通该，哎呀，身浪向脑子鸡毛带最怕，像怕坏人这个，把夫人当吃不消。夫人为啥？夫人刚大腿上立个呀，搿哪样来噻讲？搿不是讲让我讲错字吧？搿么讲错嘛？还是谁讲？谁讲？他不是别人，就是姑爷呀。哦，不像蔡姑娘搿点子讲。你现在讲没有讲错个，但是证据了他是浪向他错吧？非得了他是浪向他错吧？而且赢得那小家还要得一个他字出来，那么来还不能见光我实讲心他，小句的真调皮呀！啊，小姐呀，想这个他嘛？谁呀？谁是他呀？谁个分手？每日问仔细是个他。强盗打击他，家丁被欺负他，丫鬟们轻薄他，夫人逼责他，来意爱惜他，太太当等待他，忘本天涯心烦他，小鸡lølø盼望他，于是我彩屏去会见他。才子像样般，你那小鸡聪明，为猜不出他这几口懂啊？那么谁叫阿懂呢？他是谁叫最不懂，不比才女，比才是不比加一拿，比木头个木有点木实实在。小鸡是么细耳听，不懂他，细耳听你是么无后他。是明白，他是的红泥才子像样般，不能口决定是他，一定做你总是他，你是我的他，我是你的他，偶尔写起是那句细细的声音呀，他也呀，他的呀，吃了两套到此去说，那么人才我小家何乱体。